大家好，我係陳昌堯師傅。由2026年嘅6月5日嘅晚上23:48就進入一個芒種嘅節氣，經過夏至，直至到7月6日為止，整個月呢都係叫做甲午嘅木馬月。嗰個月份呢，整體屬於呢一個火勢最旺、變動又最快一個月份嚟嘅。今年大家知道係丙午年啦，再疊加埋呢一個甲午嘅月份，就形成咗呢兩個午重疊嚇。咁呢嗰個兩個火匯聚嘅格局，係今年全年火氣最鼎盛嘅月份嚟嘅。個午火已經極致好旺嘅火，再加埋一個甲木嚟生火，咁你諗下個火氣咪達到頂峰啦？本來木火相生呢，係可以講話光明啊、積極啊，但係過猶不及啦。咁咧呢一個咧係非常極度容易燥熱啊、衝動啊、大起大落嘅月份嚟㗎。特別要提醒大家喺6月中旬嗰陣時咧，咁你諗下喺一個咁高溫嘅時刻，就好自然就會一個又好強降嘅雨去交替出現一個風險，咁要特別要注意啦。所以唔好掉以輕心啦嚇。咁喺人事上啊，係好容易出現一啲情緒比較起伏啊，口舌紛爭，同埋咧喺決策方面咧個衝動㗎。咁同時亦都帶來咧，可以講話有創意或者有行動力提升嘅機會。咁適合一啲咧推動需要熱度或者能量嘅事務嗰啲事嘅。但係記得要克制自己嘅急躁同埋過度嘅冒進啦。但係火旺帶來咧太過旺咧，會帶來一啲壓力同埋健康嘅隱憂㗎。所以咧最好嘅策略咧就係有進有守，靜心去養性，真心去即係靜心去養性。呢個係喺今個月嘅特別最好嘅策略咯。呢一個月咧個經濟方面咧同埋投資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震盪嘅風險喺度㗎。咁謹慎去理財，避免一啲高風險嘅投機。咁喺人際上或者感情上咧，一定係有桃花同埋是非並存㗎啦。咁社交嘅機會就多咗㗎，但係好容易咧招惹到誤會或者係爭執嘅，所以人事方面就要咁樣注意啦。好啦，如果喺呢個月裏面咧，假若你個命局裏面係鍾意火嘅、起火嘅人，咁呢一個月咧，咁恭喜你啦！咁財運亨通，事業咧就有突破，桃花就旺盛。咁同人合作機會就多咗，簽嘅合約亦都多咗嘅。部分啲人咧都會咧有機會就係升職加薪嘅。好啦，假若你嘅命局裏面係忌火嘅，唔鍾意火嘅，咁大鑊啦。咁做起事上嚟咧，肯定唔會太順啦。同埋喺呢個月嚟講咧，身體好容易有不適啦。特別要注意咧，就係有失眠啦、上火啦、焦躁啦、血壓同埋心血管嘅壓力，心情比較煩躁嘅。被動花費咧特別增多咗嘅。呢個月咧，真係要特別注意一啲健康嘅風險嘅喎。例如心腦血管嘅疾病啦，比較容易發生嘅。血壓啊、眼睛啊、
肝膽啊、神經啊、口腔啊容易潰爛啊、皮膚過敏啊呢啲問題嘅。咁啊特別容易失眠啦，或者係小腸嘅消化系統嘅症狀。所以喺呢個月咧飲食咧適宜咧清淡，記得盡量唔好過度去熬夜啊！喺呢個甲午月嘅運勢裏面，對於12生肖又有乜嘢嘅詳解啊？好啦，我哋首先就講老鼠先啦，好嘛？咁啊，老鼠嚟講喺呢個月嚟講就係子午相沖喎，佢不但止沖呢個太歲，同呢個月都相沖，就水火交戰啦。所以咧喺老鼠方面咧，個運勢係處於全年係最低谷嘅地步嚟㗎，啊，所以特別注意啦。咁啊，老鼠喺工作上方面就要點樣咧？嗱，逢沖咧就必動嘅，所以咧佢喺職場上嘅崗位咧變動係比較大，或者遇到嘅工作壓力咧會比較大，可能面臨咗一個環境嘅調整啊，人事上嘅鬥爭啊，喺合作上啊有容易破裂嘅風險啦，所以咧記得屬鼠嘅人咧避免咧自己就去辭職啊，或者跳槽啊，或者創一啲新嘅事業啊。記得盡量唔好大嘅決策，做嘢咧就少説話，多做事，要以靜制動，咁就包保安全啦。咁啊，老鼠嘅財運係點樣咧？嗱，財運方面咧，老鼠咧嘅財運比較波動大嘅，話晒都子午正沖啊，容易有突發性嘅破財。咁啊，相沖就導致到財來財去嘅，容易。所以咧，記得唔好進行一啲高風險嘅投資，咁啊破財同埋意外嘅支出要特別注意啦。咁啊，小心喺借貸方面有糾紛啦。總之投資咩都要需要三思嘅，就老鼠特別注意啦。咁啊，老鼠嚟講健康方面就特別要注意啊，因為始終水火都係相沖相克。咁啊，注意一啲泌尿系統啦、腎臟啦，同埋心血管嘅問題，防血壓嘅波動問題、失眠啊，同埋情緒嘅壓力啊，心火會過旺啊，特別出門口要特別注意交通意外啦，老鼠要注意啦嚇。咁牛咧話晒今年嚟講係害太歲嘅年份嚟㗎，嘅丑午係傷害㗎，所以咧做起事上嚟咧特別要注意咧，就低調，唔好驕傲，但係小心咧有小人暗算嚇。咁佢喺工作方面點啊？牛嘅工作咧始終都算係較穩定嘅，做事咧適合咧穩紮穩打事業咧湧現一啲新思路，盡量去積極嘗試，係有機會得到人幫助嘅。但係始終嗰句丑午咧就傷害嘅。咁喺呢個職場上咧，容易咧招惹一啲小人啊、妒忌啊，或者喺背後放冷箭啊，呢啲特別要小心嘅牛。咁喺財運方面咧，牛嘅正財咧正財運偏穩平平啦，但係偏財咧就唔使點樣強求噶啦。記得少啲投資，做嘢多勞多得。雖然係有進帳啫喎，但係都好容易因為他人嘅牽連或者輕信一啲朋友而去失財。記得借貸擔保，千祈唔好跟風投資，呢啲嘢特別要注意啦。咁喺健康方面係點啊？牛咁脾胃容易受到體內嘅燥熱影響啦。特別注意消化不良或者急性嘅盲腸炎喎。咁注意飲食清淡，消化系統要保養啦。好啦，牛啦講完啦喎，咁講老虎啦喎。咁老虎咧始終都係壬午半合嘅火局啦，合太歲喎。咁貴人係旺嘅，機遇會增多嘅。但係點樣都好啦，比較燥啲咯，容易衝動咯，只要防口舌咯，就係老虎嘅。
注意嘅地方。咁喺工作運係點啊？佢老虎嘅工作運呢，貴人運啊旺盛啦，工作上面有展現才華嘅舞台，咁啊提出一啲方案呢，都容易咧獲得上司嘅認可嘅。呢個月呢個事業呢，同埋名氣呢，都有機會上揚，表現係突出嘅，而得到賞識啦。但係切記鋒芒不露。咁啊，至於財運方面點啊？咁啊，財運老虎嚟講話晒人五戌三合火局，咁啊財運係順序嘅，咁啊有機會獲得意外嘅賺錢嘅渠道或者投資嘅良方。咁啊正財屬於穩步增長嘅，偏財嘅機會咧會出現，但係見好就要收啦嚇。咁啊忌衝動嘅投資嘅老虎要注意啦。咁老虎嘅健康係點咧？佢比較精神係亢奮嘅，但係要防範咧，因為工作過勞咗啊，導致到咧偏頭痛或者眼睛疲勞。注意下自己嘅肝膽嘅健康啊！少飲酒啦，熬夜啦，因為容易上火特別要小心啦。咁啊，兔咧就話晒都係破太歲嘅年份卯午相破啊！咁啊，所以情緒方面咧起伏比較大。喺呢個甲午月嘅運勢咧，都算係低迷嘅。咁啊，要注意下，就係提防啲文件會遺失啊，財物會破損啊，係啦，要小心啦。咁喺工作運嗰邊點樣咧？兔表面係平順嘅，但內裏嘅細節咧容易咧出錯，所以咧記得喺工作上執行合約或者報表嗰陣時咧，冇必要反覆檢查下。喺事業咧遇到合作嘅糾紛容易，咁合同咧需要仔細嘅審核，防口舌是非啦。咁啊財運點啊？兔仔咁啊卯午相破，容易有非必要嘅破費，例如衝動去購物或者啲物品破壞要更換啊。咁啊正財咧都尚算係穩嘅，偏財咧就破啦。咁啊喺投資炒股合作方面咧要慢一拍唔好咁急。咁啊財務咧需防備人牽連咧嘅支出避免借貸特別要注意啦，兔仔。咁兔仔嘅健康點啊？咁啊注意下皮膚過敏啦，咁啊呼吸道嘅發炎啦，或者因心火過旺引致到失眠啦。預防要怕中暑要多啲飲水注意肝膽同埋嗰個視力嘅保養啦。好啦，兔仔講完啦喎，咁啊講下龍係點咧？咁啊屬龍嘅人咧就係平穩進取啦，呢個月咁啊事業咧都有少少嘅機遇可以積極去爭取嘅。咁啊講到工作運咧，喺工作量咧就增多嘅，責任咧就變重咗嘅。但係只要你按部就班咧，就能夠順利過關嘅啦。切記咧好大喜功咁啊事業咧出現一啲小嘅機遇嘅，貴人助力都夠強嘅。咁啊龍嘅財運係點啊？咁啊正財咧就穩定嘅，偏財咧就一般啦。咁啊適合透過腳踏實地去努力而換取回報嘅。咁啊正財進帳增加咧，偏財忌高風險嘅投資啦。好啦，龍嚟講嘅身體方面注意咧小心皮膚乾燥啦。咁啊腸胃蠕動得慢啦，好容易有便秘嘅問題啦。提防中暑啦，多啲飲水，預防舊病好容易復發啦。好啦，龍講完啦喎，咁講下蛇啦喎。咁輪到蛇嚟講咧，話晒咧巳午係半回火局，全年嘅運勢就算係達到高峰嘅喎喺呢個月。咁喺工作運點啊？咁競爭呢個壓力大啦，身邊同行或者同事步步都逼進嘅，咁保持自己嘅節奏啦。喺事業上咧有突破嘅，咁易獲得領導嘅賞識啦，有望升職加薪嘅，但係需要防小人同埋合約上嘅糾紛。咁簽約嗰時特別仔細睇清楚啦。咁屬蛇嚟講財運點啊？財運咧都唔弱嘅喎，但係咧佢嘅比劫嘅力又好強啦。咁賺得嚟又花得多咧，
要注意同人合夥嘅財務糾紛啦。正財嘅進帳係豐厚嘅，偏財係忌高風險嘅投資啦，特別要注意啦。咁喺身體方面點啊？屬蛇就注意咽喉發炎啦、牙齦嘅腫痛啦、心火盛啦、心血管啦，特別注意肺部啦、呼吸系統嘅問題，多啲飲水，提防中暑啦。好啦，到馬又點樣呢？屬馬咧，今年嚟講話晒佢係值太歲啦，再加埋呢個月啊，又五字形啊，咁啊雙重犯太歲啊，咁啊運勢一定低迷㗎啦。自我嘅消耗係最明顯嘅，重大嘅決策咧，盡量都唔好一個月去做啦。咁喺工作運點啊？馬事情啊多啊，節奏啊快啊，容易出錯或者俾人挑剔啦，容易崗位嘅變動啦，喺合作容易破裂啦，同埋上級嘅理念咧衝突咧，風險高咗㗎。咁忌喺呢個衝動之下作出離職嘅決定，或者忌創業啦，馬要小心啦。咁財運點啊？馬喺呢個月嘅財運話晒五字形，咁容易因為自己嘅錯誤嘅判斷而破財。呢個月咧宜守不宜攻嘅，正財上可以，但係偏財咧極差嘅。咁防衝動嘅消費同埋意外嘅支出啦。咁身體方面點啊？屬馬咁注意突發性嘅小意外啦，割傷啊，或者係心血管啦、血壓啦異常嘅波動啦。重點就係防心肌梗塞、失眠嘅焦慮啦。咁忌熬夜飲酒啊嚇。咁注意過勞嘅影響心臟，外出嗰陣時小心，特別交通意外啦。咁羊話晒都六合太歲喎，五味六合啊嘛，係全年嘅財氣巔峰嚟㗎。喺呢個五味六合加埋火生土，咁福氣財氣雙登頂啊！咁屬羊都幾好啊！咁工作運點呢？喺職場上係一個紅人啦，能得到長輩或者主管嘅提攜啦。繁重嘅工作亦都有貴人嘅協助啦，可以迎刃而解啦。事業順風順水嘅，貴人主動上門，合作無往不利嘅。注意防急躁冇進啦。財運方面點啊？羊話晒五味六合，財運亨通。正財偏財都有唔錯嘅表現，正財偏財雙旺，合作可以有花紅或者有獎金嘅。謹慎衝動嘅消費啦。健康方面點啊？佢火旺急躁喎，所以多啲飲水，預防中暑。注意肝膽嗰個負擔，要作息有規律啦。馬騮點呢？話晒五火克嗰個辛金運勢比較低迷防合作嘅破裂啦。喺工作運點啊？工作運嚟講工作挑戰大啦，變數多啦。雖然辛苦，但係熬過呢就係你嘅資產。利於項目合作，謀事可以得到貴人嘅關照，但係運勢整體都係偏低迷嘅。財運點呢？馬騮財運起伏就大啦。前半個月呢壓力呢較大，後半個月呢逐漸就明朗啦。但不宜借貸俾別人唔好借錢俾人啦。正財平穩，偏財忌投資，可獲貴人去扶持，帶來收益嘅。健康方面特別要小心肺部啦、呼吸系統啦、支氣管或者大腸嗰個問題啦。留意交通意外嘅損傷啦。出行記得注意精力耗損同埋疲勞與神經繃緊嘅，所以馬騮特別要注意啦。好啦，馬騮講完就輪到講雞啦喎。雞話晒今年破太歲，係影響比較明顯嘅。防合作嘅破裂啦，同太歲有偏衝，所以波折感嗰個波折感比較明顯嘅。喺工作運點啊？雞工作上容易有挑戰啦，同埋反覆啦。雖然有挑戰，但係都憑着自己嘅自身嘅應變能力可以解決到嘅。領導才能有展現嘅機會嘅，但係首先要注意口舌是非啊嚇。財運方面點啊？收入咪穩定嘅，正財平穩嘅，
或者有額外嘅獎金入帳添。但係偏財咧就忌高風險嘅投資啦，咁唔好咁露出自己嘅炫耀自己富有啦。健康方面點啊？注意就眼睛過度啦，視力疲勞啊，以至牙痛啊、發炎嘅症狀啦。防意外損傷啊，出行謹慎，注意咧肺燥啦、呼吸系統或者咽喉嘅毛病啦。9就係5戌3合火局啊，咁事業咧有重要嘅機遇啦，而主動爭取啦。咁喺工作運點啊？9咁行動力咧滿分啊，思想敏捷，能高效完成任務嘅，容易喺團隊中咧擔任領頭羊嘅角色，獲得領導同事嘅信任，可籌備升職加薪嘅。咁財運點啊？話晒人5戌3合火局，戌為火庫，咁財源廣進啦，利於開展新嘅合作項目或者係副業，正財進帳增加啦。偏財咧記得忌高風險嘅投資啦。咁喺健康方面點啊？就要注意咧，防曬啦、中暑啦，驚運動裡面咧影響到肌肉嘅拉筋啦。咁預防咧勞累中暑啊，腸胃方面啊或者情緒啦，特別要注意嘅。好啦，講到最後豬啦喎，咁豬話晒咧亥午暗合喎，再加上佢今年紫微吉星拱照，屬於化煞為權，咁運勢咧波動中咧暗藏一啲爆發力啦。咁喺工作運點啊？工作環境相對安穩喎，雖有少少嘅阻移，但係咧暗中都得到貴人嘅扶持幫助嘅，按部就班就可以解決啦。易獲得長輩嘅提點啦，多元化嘅合作隱藏住雙贏嘅機會嘅。咁喺財運點啊？豬財運咧就平穩啦。呢個月咧亥午暗合，上都有隱蔽嘅錢賺錢嘅機會嘅，適合低調發財嚇。咁正財平穩，或有獎金嘅進帳。偏財忌高風險嘅投資，但易因人情嘅牽扯金錢嘅問題，注意破財與失物嗰啲問題啦。咁喺健康方面點啊？健康記得咧唔好食太多凍冷嘅食物啦，導致到腸胃不適啦，預防外出損傷啦，出行要謹慎啦，注意咧血壓同埋腎臟啦。12生肖咧喺呢個月裏面咧，我哋就講晒啦。記得咧喺今年咧話晒都丙午馬年裏面咧，如果你係屬於屬馬嘅、屬老鼠嘅、屬兔嘅、屬雞嘅、屬牛嘅，呢5隻生肖咧喺呢個甲午月咧，通常咧係容易感覺到咧波動或者有壓力嘅，最適合做一啲保守啊、降速啊、少做一啲高風險嘅決定嚇。如果你嘅八字裡面咧嘅日柱係甲午嗰個日柱出世咧，火氣更加會旺起上嚟咧，就特別咧有一啲情緒嘅內耗啦、口舌是非啦、感情嘅摩擦同埋睡眠個問題，大家要注意嘅嚇。今個月有咩特別要注意嘅日子啊？咁千祈要注意有以下嘅日子喎。6月5號嗰日要特別注意啊！嗰個庚戌日就沖龍嘅，呢一日咧就係芒種節氣，咁個交接，咁氣場咧極為混亂嘅，再加上咧火局嘅匯聚呢一日咧係宜守不宜動重要嘅事情唔好喺今日喺呢個6月5號做啦。咁呢個日子第一個日子，第二個日子咧就係6月7號，就叫壬子日，係沖馬嘅，係破日嚟嘅。記得子午正沖嘅，咁磁場係最動盪嘅。喺呢一日裏面咧，容易發生意外、破財或者人嘅決裂，咁容易有突發嘅事件、人際嘅摩擦啦、變動或者係情緒嘅拉扯啦。重大嘅合約一定唔好喺今日喺呢一日簽嘅，重要嘅事情唔好喺呢日做啦。記住6月7日啦。至於6月9日啦，輪到就係叫做甲寅日啦，就沖馬騮嘅。咁係一個咧壬戌火局嘅匯聚日嚟嘅，人心係最為燥熱嘅，切忌咧衝動
蠻幹，容易有口舌是非。呢一日咧宜守不宜動，重要嘅事情唔好喺呢日做啦。有一日咧就叫6月13日啦，叫戊午日啦，係沖老鼠嘅。呢個地支自刑，你諗下，年又係5，月又係5，日又係5，3個5齊聚，火毒係最盛嘅。呢一日咧最容易咧自己咧跟自己過唔去嘅，情緒咧易陷入一個死胡同。亦都記得嗰日係心血管嘅疾病係好高㗎，所以火災啊等於意外咧特別高發期嚟㗎，冇必要靜心或者慢行。好啦，跟住落去咧就6月19日啦，係個甲子日，係沖馬嘅，係破日嚟嘅。咁啊子午正沖，咁啊磁場最為動盪啊！呢一日咧亦都容易發生意外、破財啊，或者人嘅決裂。咁啊重大嘅合約啊，千祈唔好喺嗰日簽，重要嘅事情唔好喺嗰日做啦。咁啊再落嚟睇咧，就6月20號咯，呢個乙丑日啦，就沖陽嘅，係日直4厘。咁啊交節氣前夕，氣場咧極之混亂。呢一日咧就宜守不宜動嘅，重要嘅事情都唔可以呢日做啦。咁啊再落嚟就6月21日啦，嗰個丙寅日啦，就沖馬騮嘅。咁啊亦都交夏至嘅節氣，咁氣場極之混亂，再加上咧火局嘅匯聚之日，人心係最煩躁嘅，切忌衝動蠻幹，容易咧有口舌是非。呢一日咧宜守不宜動，重要嘅事情咧唔好喺呢一日做啦。跟住落去咧就6月25日啦，嗰個庚午日啦，就係沖老鼠嘅，地支咧自刑咁年啊同月啊日啊都係3個5去齊聚嘅，火毒係最盛嘅。呢個日咧最容易咧自己咧跟自己過唔去，情緒易陷入死胡同，亦都係心血管病同埋火災嘅意外最高發期嘅，冇必要靜心或者慢行。好啦，再落嚟就係6月29日啦，嗰個甲戌日啦，就係沖龍嘅，就係火局嘅匯聚，人心係最為熱嘅。呢切忌衝動蠻幹，容易有口舌是非。呢一日咧宜守不宜動嘅，重要嘅事情唔可以呢日做啦。咁啊落嚟最後一日就係7月1日啦，嗰個丙子日就係沖馬嘅，就係破日嚟嘅，子午正沖嘅。咁啊磁場咧最為動盪嘅。呢一日咧最容易發生意外嘅，破財啊，或者人事決裂啊，重大嘅合約啊，或切忌唔可以呢日簽啊，重要嘅事情咧唔可以呢日做啦。嗱，以上呢啲日子咧要切記唔好去做啲重大嘅事情，否則咧一定係出問題嘅，將來係啦。好啦，講完啲日子之外咧，就講下方位咯。有2個方位特別要注意嘅。一個就係二黑會喺呢個月裏面咧就飛到去東，二黑呢個病符星飛到東，咁喺東面咧忌放紅色、黃色，切忌動土嚇，宜靜不宜動。咁咧呢個方位小心長男同埋屬兔嘅人特別要小心啦，因為東面係兔嘅方位嚟嘅。咁另外一個方位就更加要注意啦。就係咩啊？西北方，因為西北方喺連星嚟講，佢有個二黑病符。咁今個月咧，又係飛咗一個叫五黃嘅大災難星落去西北方，成為一個二五交加必選主。就小心係咩人咧？就係屋企嘅父親啦，或者年長嘅人啦。咁呢個方位一定記得唔好放紅色、黃色，忌動土。宜靜不宜動，屬豬屬狗嘅人更加要小心，係啦。好啦，咁以上講咗咁多呢個月嘅事情。嗱，如果你想喺呢個甲午木馬月裏面順利平安咁度過咧，記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可以自利利他。包你可以順利平安咁度過呢一個甲午木馬月啦。嗱，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嘅話，請你哋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多謝大家。咁下一個月再見啦。